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女驾驶，真正是坏爸爸。桃园市朱文路昨日暗，有一个57岁女驾驶啉酒驶车驶逆向，为一个当咧停红灯的骑士共弄落，骑士摔倒在地，疼甲爬袂起来。这个李区这个女驾驶，甲人弄着伤了后，竟然是落车，共骂搁共拍头，安尼看有外野蛮才好。警方赶到场，发现伊的酒测值高达0.97，当场甲逮捕，移送法办。红灯这个桥倒的人撞踮白色轿车甲弄落，桥倒的人疼甲呢倒伫涂骹爬袂起来。这个小姐明明是正向，佮敢若当作无代志，驶回原车道。伊认为这个骑士其实调唆是这个姓陈的小姐。佮人扒头，人弄电倒佮先骂人，骂人无够，佮嫌拍人。现在涉嫌公共危险重大恭维啦，0.972。警方到现场去处理一个测袂得啦，伊的酒测值0.97，当场甲带转去派出所。酒测值0.97真悬，伊只有法规超过0.25就已经违法。以一个60公斤的成年人为例，若是啉麦仔酒超过标准，都要啉964cc 的麦仔酒，大概是3罐的量。这个细线的小姐酒测值0.97，超过标准有够济。该女驾驶酒测值高达0.97，严重超标，全案依法移请侦办。车祸发生伫20暗时9点外，桃园市的朱文路57岁姓陈的小姐啉酒驶车去弄到姓康的骑士。事后，这个骑士嘛伫网络提出控诉，讲敢若等一个红灯尔，就互这个啉酒驶车的小姐弄到伤送去急诊。规身躯臭酒味，落车搁加骂，搁有附家己受伤的相片。虽然讲目前这个小姐已经被送办，抑过骑士等一个红灯无过红弄到，搁互骂。大腿搁受伤，生活受到真大影响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